2018年全国语文竞赛，台湾客家语朗读文章，高中学生组编号8号，齐分成录音。爱看三国，刘芬洲原作，吴秀妍译。太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也是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伫念奴娇侧壁怀古度嘅一句词，讲嘅係三国时代嘅风云变化。一开始，未认识《三国演义》地度嘅典故，唔係愛讀到一本書，係愛細細嘅時節，老阿公去廟巷拜爺，看到廟嘅棟梁燈畫嘅幾幅圖當中，有一幅係33人名定一條樹嘅。阿公講，嘅係桃園三結義啦。還有一個人伫大雪天拜姑姑去到草木那拜，阿公講，嘅係當有名嘅三顧茅廬，越講是越生氣，將就按樣轉去買一本《三國演義》來看，我讀到當沉迷，唔盼得病。看睇還會沉迷哦。讀起一本書，實在當像看電影嘅樣誒，有聲有影，當神氣，有人物，有動作，有心理，有戰術，各有千秋。像三英鬥呂布，孔明借東風。子龍救後主，關公刮骨ထုတ်春秋也得。故事精彩，對話發派，真經係百看不厭。我當愛看嘅就係張飛喝退長板橋，唔看佢包頭面糊，木太銅鱗骨。虎視蒼天，樹家一支長板矛，一個人去到橋檔，拄等100萬兵馬，頭一下抬起，胸脯一撞，大喊一聲，人講有時必死，無時必辱。嘅曹操歸本己嘅曹殺。乃當張飛一條再見咯，100萬兵馬中有一剎，見到對馬背當跌落來，全軍滅6槍，轉身唔出嚟。張飛一3人，莫非一兵一卒，戰退100萬曹軍。千古流傳，鑼鼓人人講，千里路長幾雜事，10萬兵馬兩三行。三國演義一本書，唔但唱係各路人物嘅權力象徵，努力揭露清楚，朋友聽人並唔分明，就得看出一個人嘅青春歲月。一層人嘅恩恩怨怨，一隻時代嘅反反轉轉，所有人生百態、人情冷暖，都寫到清人味。千年故事唱在眼前，我接接就看到樹客牽頭，腳踏馬步，進入書都。老嘅三國人物起碼上戰去嘅，難怪蘇東坡會講：多情應笑我啊，應笑我。